舉辦馬日第3檔的海岸燈會，今年的燈區比往年更大，燈數嘛較濟。為金華路牌樓開始，一直延續到廟埕以及周圍巷弄，花燈溫暖色水，讓參觀者感覺到幸福甲希望。廟方佇咧6號暗時舉辦點燈儀式，邀請到中西區長蔡家富、立委林俊憲、議員許志春、林美燕、陳怡貞率眾校頂明代，做伙點亮海岸徑的暗暝。真感謝大家共同參與咱這個傳統感謝咱的主委，咱姚哥、咱陳主委一年甲辦落來，以後就變做是咱海岸徑個特色。你看電話愈加愈濟、愈水、愈長，變做逐年電話來點燈，大家就知影講又要這邊過年啊。祝我的心，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馬上幸福馬力全開，幸福滿滿。這花燈是由南台科技大學在地文化底蘊團隊、協進國小幼兒園、希求有國語教室樂齡中心，結合老中青3代共同創作出來，非常有意義。主委曾志耀表示，希望透過燈會燈條，帶動中西區經濟繁榮，也讓更多人認識三高定港海岸徑的歷史。希望這場會當帶動咱中西區咱的燈會的繁榮希望大家進一步來認識咱三高定港海岸徑。燈會期間，廟方在廣場嘛設立祈福專區，民眾會當寫下心願，卡向東路向媽祖心心祈求。後段的遊線燈區，還有媽祖指示的福祝，提供信眾蒙福祝，分享葉靈氣。第2次修建廟宇的時候，媽祖也特別降價指示說，這個地方就是他靈氣聚集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靈尾。所以他在這邊說要設一個福石，然後讓大家來摸福石，分享他的福氣，然後讓信眾能夠帶回去，一來有福氣，二來也平安健康順利這樣。所以我們當時候在建廟的時候，就在這邊安了一個福石，然後也推廣叫民眾有機會就來這邊摸一摸，然後把福氣帶回去。燈會不只照亮暗暝，也串起世代情感甲在地信仰。漢燈會用溫暖的光為中西區點亮希望，也替城市留下屬於台南人的人情味。廟方也歡迎各地大眾為即馬開始到3月8號為止，每暗6點到10點的期間，來到海岸徑看水水的花燈。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